欢迎收听6月26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大家平安。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分享哥林多前书7章25到40节。哥林多前书7章25到40节，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呢，保罗他要回应关于独身的问题。他说：“我没有从主那里得着什么指示，但是我蒙主怜悯，成为可信托的人，我就以这样的身份向各位提供我的意见。”如保罗这么有装备的弟兄，在那个时代呢，算是对法律也好，对罗马人的这个身份还有背景，在这么了解的大环境跟自己的状态的情况下，连他都说他对这个婚姻对独身，他也只能提供自己的意见。所以在以下讲的是他自己的意见，不过也因为他这样的分享，我想今天的我们对婚姻或者是对独身，其实也大多数是在自己的生命经历当中整理出来去说的一些想法。更重要的是我们都知道自己讲的其实很有限只有上帝他才能够看见我们的未来，用他的眼光来看待。在今天呢，保罗在回答这个独身的议题的时候，其实是回到了哥林多前书，特别我们前2天有在讲到的，弟兄姐妹他们受到世俗的价值观来影响，这灵肉二元论这10多个学派在他们的社会当中是有一些影响力的认为肉体呢是这个败坏的，那身体呢就是因为它会败坏嘛，所以有一些人就觉得说，反正它都会败坏，所以我现在就尽情的享用它，使用它，它败坏就败坏，所以变得是纵欲主义。但是有另外一派的人呢，认为呢，既然肉体是败坏的，我们就要追求这个属灵的层次所以在我们前2章就有讲到说，他们去寻求这个禁欲，可是他们忽略了他们现在的身份跟关系。所以保罗他在回应这个独身的议题的时候，其实他在回答的不是在回答说到底要不要结婚，到底要不要独身，而是在回答在那样的处境当中，我们应该要从现在的这个身份里面去寻求什么是主的心意那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就有讲到他说：“我这样是要帮助你们，不是要限制你们。我要你们做得对，做得合适，并且为主的工作完全奉献自己，毫无保留。”如果你是独身的弟兄或姐妹，你要为主的工作完全奉献自己，毫无保留。如果你是在婚姻关系当中的弟兄姐妹，那你就要跟你的丈夫或是你的妻子一起在主的工作里面完全奉献，毫无保留那还有其他的情况，像是如果你还没有结婚，你要准备结婚，然后你要怎么去做这样的一个决定，或者是你已经结婚了，但是因为你的另一半他过世那你有没有要再婚？那个再婚的对象，今天有讲说就是要找这个信徒其实保罗都是在回应当时哥林多教会的处境他人为了情欲的缘故也要我们去省察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基督里的自由里面，我们到底是为了情欲的缘故，还是为了主的缘故所以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分享的保罗他回应他自己对于这个独身的看法，或是对于婚姻的看法其实他还是回到对于侍奉主的这个前提当中，我们怎么在我们现在已经有的关系里面去回应那他今天的经文是比较是采取就是如果你是什么样的身份的话，你不要特别去寻求另外一种身份，因为他的终末观在这里就呈现出来，他认为说耶稣基督很快就要再来了，所以追求世上的事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追求神的事。可是神的事它不是跟世界上的事没有关系，而是神的事是活在现在我们世上，那我们怎么去回应呢？
所以他有讲到说，如果要结婚不结婚都是自由的，不过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为主的工作完全奉献自己毫无保留吗？还是我们是为了个人私欲的缘故？特别是在哥林多教会有很多淫乱的事情，跟继母同居，或者是他们在那个时候是嫖妓，或者是那都是一些很正常，在世俗的观念上很正常发生的事情。可是保罗却在这边反过来说，我们反而在这当中，在这些自由当中要去选择那个合适的，选择那个对的，选择那个主心意里面喜悦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了，不论在这个世代我们怎么去看待婚姻，或者是我们怎么去看待自己的身份，最重要的身份是合神心意被主喜悦的这个身份。求主帮助我们在疫情当中在家庭的关系里面，我想现在很多长时间相处在一起，更是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委身在彼此的关系里，不论是亲子的不论是这个夫妻之间的，或者是兄弟姐妹之间，我们求神让我们有彼此和睦，有以主为我们的标准，以主为我们的中心来去做思考，来去做相处，让我们在每一个时刻里面都能够不被这些环境的限制，不被这些环境的挑战来影响。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谢谢你，你在这世上放下婚姻的制度你用婚姻来祝福成为最小的单位来祝福在全地。主要我们真的是求主你来保守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不论是在婚姻的关系里面的，或是现在是单身的，或是有对象的，主要你都让我们可以在各样的情况当中，我们都能够为主的工作完全奉献自己，毫无保留。主要这样的奉献自己毫无保留，是顾及我们在世上的人际关系，也是顾及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谢谢你，更是顾及我们与你的关系。主要帮助我们在这里面领受祝福，特别在疫情的影响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持续的来寻求你的心意，活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请给我们5星好评。我是世谦牧师，我们明天见。